日金仔风台早起时已经变作强度风台，气象局特别针对台中以北拢发布警告，有可能会透风落雨。特别是台北市市政府水利处昨下晡派大型吊车，先把一寡码头铺桶吊走。另外，环保局嘛已经申请市区的水沟仔，先准备好势。 将大底插板吊起来，日金仔风台要来，台北市政府风台总动员。 工程人员空手把一支一支的条仔挽起来，就惊西北风台可能会带来大风大雨，出动大型吊车将铺桶码头吊去岸边。风台要来进前，唔敢大意。这个引桥其实它是会影响到这个水流，当水位上来，流速增加的时候，有可能会被一些这个杂物。 所冲毁会流到下游，这个都有可能。日前马台风来势汹汹，而河堤旁边货柜呢也在进行紧急收拾。这边是蓝色水路的船票售票处，由于就担心台风的影响，待会就要马上撤离。那些公路卖船票业者同款休困，要利用风雨来进前上好的好天气，来把灾害损失降到上低。水门内车主同款就要注意刷车的时间。目前预估应该是在明天晚上的时候。 会关闭疏散门。那当然，这确切的时间还是要看中央气象局那边发布的一个状况哈。疏散门关闭前的2个小时就会进行开始我们的这个交通警察大队就会开始进行拖吊的动作。环保局同款是真无用，针对市区内底水沟仔先来做清理，要来防止淹水。伫咧日金仔风台来进前，做好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